大家好，我係 Alvin。琴日爆旋陀螺 X 嘅官方頻道發咗一條片，講關於爆旋陀螺 X 商品嘅措施通知。因為呢條片係日文，所以好多人都應該睇唔明呢條片。咁呢條片就會快速咧介紹咧呢條片究竟講緊乜嘢。首先，自從2026年春季以嚟，全球主要係日本、香港、台灣嘅陀螺供不應求，雖然其他地方都有供不應求。對於咁嘅情況，佢就表示十分抱歉、十分抱歉、十分抱歉。佢哋真係講咗咁多次。第一，佢哋嘅團隊已經急速增加咗生產線，會喺7月底至8月將呢啲貨品出貨。對於6月至8月嘅新商品一掃而空呢件事，佢哋都會根據翻順序去增加產量，同埋未來商品嘅產量都會增加。第二，為咗令玩家可以買到陀螺，佢哋會喺日本 Takara Tomy Mall 開啟限時販售。今次限時販售可以買到 CX16、UX20 榮耀女武神 LF 同埋 UX21 惡魔幽冥改造套裝。只要喺8月7號至8月11號去佢哋嘅網站就可以購買。因為呢件貨品係冇 limit 嘅，雖然唔會俾黃牛搶晒，但應該會需要幾個月先運到。但係你哋其實唔需要去呢個網站買，因為而家現貨其實係充足，你只要朝頭早去買都係買到嘅，係唔需要通宵排隊。只要做好資料搜集，或者可以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，呢個 channel 會用最快速度帶俾你最新嘅消息，同埋值唔值得購買。如果有興趣，可以睇一睇我之前整嘅8月商品介紹，去睇今次8月會出咩商品。咁呢條片就去到呢度啦，大家記得 like、share、comment 咋，拜拜。